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。2012年，哥普拉同尊納會面，大膽提議用古人手勢嚟顯示時間。呢個用5隻手指變換出12個鐘嘅奇想深深吸引尊納，佢決定自我挑戰，喺文藝復興時期名醫柏雷嘅二支圖稿取得靈感，投入研發活動式機械手。歷經7年研發，呢項壯舉終於喺2021年 Only Watch 慈善拍賣會以 FFC 標圓形腕錶之之問世。為咗喺唔增加額外動力來源嘅前提下驅動5隻手指，尊納喺 Octa 1300.3機芯中置入恒定力裝置，將複雜結構完美整合於厚度只有 10.7 毫米嘅錶殼內，徹底重塑人類對時間顯示嘅想像。2014年，佢仲推出具備休眠狀態功能，佩戴後自動走向當前正確時間嘅 Elganti 石英腕錶，以長達10年嘅電池壽命重新定義高級石英時計嘅實用性。時至今日 ，FP 將仍然係少數由錶匠親自領軍嘅獨立廠房，年產量少於900隻。呢份對製錶細節嘅堅持，令佢嘅作品成為唔少懂錶之人心中嘅傳奇。